后来，即摆真侪人用手机看连续剧、看即个听音乐，拢会挂耳机。但是长期挂落来，恐惊会伤到耳孔哦。耳鼻喉科的医师讲，因为耳孔听力的障碍，来纠正的年龄层为以往的50岁，慢慢降到30岁左右。医生来提醒，一旦耳孔若听无，迄是永远拢无法度恢复，尤其是迄种都爱规粒。踢落耳孔底迄种耳踢，上界上咱的耳孔，在使用的时阵爱更加细致。若是感觉郁卒，也是有烦恼，只要听耳机，就当入去家己的世界。但是若是长时间使用，可能嘛影响到听力。55岁、45岁，那下降到30几岁。最近这几年，大学生10几20岁就提早出现高频率听力损失的这个现象这个机会是越来越高。市面顶悬的耳机分3种，第一种就是耳大式，隔音好，保护性较悬，但是长时间听可能较会无爽快。过来就是咱常常看到的耳踢式，较轻细，要扎嘛较方便，但是隔音的效果较差，常常都会感觉讲声音伤细，调较大咧。另外就是耳道式，整个声音的能量都封在整个耳道里面，所以也许对于这个耳膜它造成的物理的这个压力量会比较大，因此呢，听觉受到损伤的可能性也比较高。医师提醒讲，使用耳机每30分钟就要休困5分钟。如果常常出现讲我会听无清楚，别人咧讲话，开电视也是讲听音乐的时阵，拢去用提醒讲你关较细声咧，这都有可能是听力已经受损的警讯。